Smart 活動牙套清晰舒適，專利材料 TrueGen 具領先抗污能力，正確移動牙齒，為你打造自信笑容。恭喜發財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我都喺度祝咪咪牙尖嘴利，大家笑口常開。Dr. Ho，多謝你祝我牙尖嘴利啊！今日你會同我哋破解咩迷思啊？上一次我哋講過洗牙，今日就講下箍牙。我哋破解嘅迷思係小朋友要換晒牙先可以箍牙。Dr. Ho 啊，咁小朋友係咪需要換晒啲牙先至可以箍牙㗎？以狹義嚟講，箍牙冇牙就冇得箍啦。但係廣義嚟講，箍牙嘅目的就係改善功能、改善儀容同埋牙齒嘅健康。有時候為咗達到呢個目的，我哋要做一啲即係話牙齒未換晒嘅時候，顎骨嘅生長嘅情況，去做與早期嘅干預，先能夠達到我哋嘅目的。Dr. Ho，咁樣啲細路仔應該幾多歲就開始去檢查或者係考慮箍牙呢？嗱，箍牙係一個過程，我哋主要有個目的。如果當你有疑問嘅時候，應該係早一啲去睇你個矯正科醫生。咁幾多歲開始嘅話，其實最早期3歲已經可以睇矯正科醫生。點解？睇下佢嘅乳牙出得正唔正常，你顎骨嘅咬合、呼吸系統係咪發育正常？所以我哋睇發育。下一個階段就係等下邊4隻門牙出咗，睇下佢嘅排列夠唔夠位，舌頭嘅功能、嘴唇嘅功能。再多下一個階段就係4隻門牙出咗之後，睇下有冇其他嘅情況。中途嘅時間，我哋需要睇 X 光片，睇下有冇多生牙或者係天生小牙，都會對將來嘅效果會有影響嘅。Dr. Ho，頭先你提到係多生牙，咁有多生牙咁點算呢？通常個多生牙會喺前面呢個位置，9成嘅病人都多生牙都係喺相關嘅上顎。咁如果係影響到牙齒嘅生長，或者影響到將來可能都要箍牙嘅情況之下嘅話，係需要剝嘅。幾時剝先至好呢？就係當2隻門牙出咗之後，呢個時候可以去做手術剝。但係如果多生牙影響到前面門牙嘅發展嘅話，係需要早少少去做嘅。咁即係話我哋早啲發現咧，就可以早啲安排啦。早啲睇可以早期干預，有問題嘅話可以早啲處理。小朋友喺乜嘢情況底下咧需要早啲箍牙㗎？啲牙齒未出晒，我哋做牙齒嘅療程嘅話，叫做早期干預。咁早期干預喺我個人意見係3種情況。第一就係話，如果而家唔做嘅話，將來會有嚴重嘅副作用或者係併發症，咁一定要而家做啦。舉個例子，當啲牙碰到啊、咬到前面，或者啲牙好哨牙，容易引起意外嘅話，我哋會早期干預。第二個可能性，因為牙齒發育同顎骨發育嘅時間會有少少唔同，如果做某啲療程係幫助面型或者其他生長嘅話，我哋會根據時間同病人嘅發育做早期干預。第三個可能性就係某啲療程而家做咗之後，長輩將來發育比較正常，或者將來做嘅療程比較簡單嘅話，亦都會提議做早期干預。除咗呢3個個案，我唔提議病人會做早期干預。總括嚟講，我哋有一個短期、中期同長期嘅計劃，有長期嘅計劃書，都能夠知道呢個而家個病人需要點樣做，係一次慢慢逐步去達到我哋要求嘅效果，一步到位，只不過係天方夜譚。咁即係咪話，如果有個細路仔咧，佢個顎骨發育唔正常，例如啦嚇，鞋抽啊咁突晒出嚟嘅，咁佢哋就需要早啲去干預，等佢哋將來咧嗰個儀容咧可以改善咧。面型嘅發育或者啲鞋抽同遺傳基因有關，亦都同環境有關。如果遺傳基因好強烈嘅話，即係話細路仔似爹哋媽咪，呢個完全正常嘅。咁但係我哋做早期干預嘅話，就係太多嘅，我哋盡量減少控制；唔夠嘅，我哋盡量加強。好似做運動、營養啊，都幫助佢哋面型嘅發展，但都需要個斷症，唔係每一樣早期干預都係適合每一個病人嘅。Dr. Ho，如果做咗早期干預嘅話，係咪可以避免唔做手術啊？做咗早期干預會有幫助，會減低做手術嘅可能性。Dr. Ho 啊，咁箍牙係咪一定要剝牙㗎？剝牙係一個過程，唔係一個結果。有啲病人需要多啲嘅空間，
需要將啲牙排列正常嘅位置，但係通過其他嘅方法可以將大臼齒、大磨牙向後褪，或者需要擴闊騰出呢個空間。有時候唔需要剝牙，但係需要剝牙嘅個案同唔剝牙出嚟可能有唔同嘅效果。時間都差唔多啦，下一集會繼續請嚟 Dr. Ho 為我哋破解醫學迷思。Smart 活動牙套清晰舒適，專利材料 TrueGen 具領先抗污能力，正確移動牙齒，為你打造自信笑容。